看花莲县有民航机甲军机共用的航空站，边仔阁有嘉山基地，这个无人机战机来来去去，真错人耳。也是画出着航空噪音的防治区，有4个乡镇33个村里，伫这个防治区内底，这有补助。但是徛伫个防治区的隔壁，无划入去区域的村里就可怜咯。同款拢真错人耳，但是煞无补助。关议员认为应该重新检讨规划。环保局是来回应讲，按照规定，防治区是2年检讨一届，去年才拄啊完成新的规划，想要修正，恐惊就要等到明年才有机会。花莲机场民航机起降，战斗机飞到嘉山基地，客机战斗机飞来飞去，烟雨声有够大声，影响到在地人的生活品质。从一大早，这个飞机在起飞干嘛的时候会产生音爆哦，那种声音就因为它会一直有那种回响啊。这个是我拍的，这个是在几个哈？连讲到一半，战斗机飞过时嘛要暂停，这个噪音的污染影响到生活。政府为分防治区回应补助，目前花莲县伫嘉山基地甲花莲航空站附近，包括花莲市、吉安乡、秀林乡、新城乡，总共33个村里有被纳入航空噪音的防治区，而且设置满1年住户，依照防治区等级的划分。一人1年会使摕差不多400到600块不等的补助，不过伫边仔同款的乡镇，冇影响，不过无算在内。说这一条街上面有航空噪音补助，这一条街就没有。花莲市有这样的状况，新城还有吉安也都会有这一次的状况发生。生活品质的话，多少少就会想到说政府要怎么去做补救。像这种范围，我们就是那种是不是那种充满无力感。不过花莲县防治区上新的规划，去年才完成呢，依照规定2年才会当检讨一摆。这一次没有划分到的话，我们因为去年才划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明年的时候才收集到的资料，明年再来做修正。其他地区的人想要争取纳入这个管制区，恐惊都要等到明年才有机会啊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